即使亞曼女性被認為權利相對開放，佢哋嘅日子都遠冇你想象中咁容易。制度潛伏喺每個女仔嘅生活入面，由讀書、拍拖到工作，每一步嘅選擇都好似俾人撕扯。喺細個嘅時候，佢想好好讀書，但社會同部落嘅規矩處處限制，選科、課外活動，甚至同男同學互動都要好小心。入咗大學，睇落自由，但實習、社交、夜晚出街仍有限制。想加入科技實驗室，佢被話服裝唔合規矩；想參加討論，仲要揾導師同屋企人同意。畢業後，佢抱住希望去面試，但因略短嘅裙比婉拒。想升職，能力再高都有人話呢個崗位唔啱女仔，人工低，升職慢。佢知道唔係佢嘅能力問題，而係制度嘅問題。佢遇到心愛嘅男人，本地定外籍，每個選擇都要作出犧牲。加外籍丈夫，仔女無法自動取得國籍；加本地男性，婚姻、財產、監護權都要作出讓步。愛情同家庭夢俾法律撕裂。終於，佢鼓起勇氣離婚，得到自由，但代價巨大。經濟壓力、社會輿論都可能失去部分子女監護權。自由係嚟咗，但生活已經支離破碎。佢唔再沉默，加入亞曼女性組織，參與抗爭，希望喺未來佢嘅女嘅世界唔再咁殘酷。佢明白呢啲唔只係亞曼女性嘅問題，而係全球女性嘅議題。每一個陰影都值得被睇到，每一次抗爭都唔應該被忽視。每一位女性嘅一生都可能被制度撕裂，但抗爭與覺醒會慢慢縮小陰影。睇見佢哋就唔好轉身。記住，自由唔係理所當然，而係無數人流過嘅血與淚之後先有嘅今日。